哎，浩轩，你为什么会怀疑我和长安是 AI 呢？几率问题。根据我的统计，你们和张律师每天讨论 AI 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所以几率很高。所以你有在注意我们在聊什么？那你们为什么怀疑我是001啊？你数理又好，打篮球一看就会，朋友也少，性格……哎，你说不怀疑你是 AI， 谁都不信啊。我不信。所以你们是说我的脾气很古怪？小时候，我也是像现在这样。后来，我爸妈带我去看心理医生，医生说，你儿子是天才，得到天赋的代价就是要自闭。这个是氟西汀、三唑氯胺丁、氟派丁醇3种药物，它们分别是稳定自闭症患者的忧虑情绪，所以我状况不好的时候就会服用。看来我服用的效果不是很好啊。没有了，浩轩，之前我们不知道你是这个原因。真对不起啊，我们两个还没有了解你，就随便猜疑你。什么我们？明明就是你好吗？以后别这样。既然你也讲了这么多事，我也讲一个我的秘密吧。这个秘密在我心里藏了挺久了。之前我告诉你们，我爸爸出国工作了，但是2年前，他失踪了。现在连爸爸生死都不知道。所以，你爸爸一定会回来的。不过现在没关系，我跟浩轩也可以代替他陪伴你了。其实我没有什么秘密可以跟你们讲了。你耍赖吧？跟你交换秘密赔率太大了，一点都不划算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脑海中一直有幅画面，一只蝴蝶，应该是我很小的时候吧。我记得第一件事情就是那只蝴蝶，太阳一样的金黄，蜷在它的翅膀上。我应该就是透过它的翅膀，看见整个世界的。我还问过我妈妈，说我小时候有没有提起过那只蝴蝶。可我妈妈说不可能，人类在那么小的时候就没有记忆。人类是会做梦的，大概能推送到4岁以前，甚至是3岁。这些记忆就是我们人类的自主意识。但是，如果 AI 都有这些自主意识，那这些让我们人类变得特别的意识就不特别了。也许 AI 不在我们身边。哎，要我说，我们3个和周边同学都不是 AI。真爽！出来晒晒太阳，聊聊天，喝喝芬达，然后去吃冰淇淋吧。哎呀，立群，立群，你先进去吧。刚立群看我们眼神好奇怪啊。你有什么觉得？咱们一会儿还直接去问立群吧。您好，请您将右手摊开，掌心向上。你是人类，不是 AI。我当然是人类。思雨，我们没有告诉你妈就在你家里，这样好吗？没事的，我妈很明理的，知道我们是好朋友，她就不会在意了。蓝叔叔，这不是小玉玉吗？都长这么高了，妈妈。什么时候把你给吹来了？刚好今天家里人多，在这吃饭吧，一起热闹热闹。好。哇，真的好热闹哎！陈浩轩，他夏强安，叔叔好，叔叔好，你好。他们不仅和我同班，还同一个社团呢。哎，我跟他一个社团，你是来插花的吧你？没有我在，社团多无聊啊！我觉得挺有趣的。坐。
你是 AI 管理局的特派员啊？是的。我蓝叔叔厉害吧？蓝叔叔，那蓝眼 AI 的事情，你清楚吗？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个事情来找你的。我们可能找到了水哥的下落。你们找到我爸爸了？